有哦，好，安尼咱即马就来起鼓，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正月17台湾时间是咱第217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台湾文学欣赏会。对，台湾文学欣赏会应该是固定伫头一礼拜，毋过我带正月有代志，所以留我翘者，翘来即礼拜。我是今仔日的主讲润呢，我是做伙来讲台语省甲我妈妈协会的执行长。好欢迎大家来今仔日的文学欣赏会。今仔日的主题是台湾人心理学，对出代志到出头天。对囡仔讲大战5王这个故事来看，创伤安怎正做新生。对会来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会记敢若是去年11月还是10月的时阵，因为我妈妈，阮是一个咧做台湾话囡仔建国事工的协会，阮就有做一寡广播剧互囡仔做伙参与等等的。阮迄阵有咧做顶稿，嘛有来台湾文化论坛。加班甲大家做伙讨论，对阮进前写的剧本甲一寡故事。顶稿就是咱台湾人过年的团圆嘛。迄个阵讲到的阵，拄好敢若甲龙哥遐会后，大家拢会开讲讨论的阵，就咧讲到其实对咱台湾传统的团圆神话故事嘛，感觉诚有趣味，因为像龙哥遐本身是。基督徒嘛，咱诚侪在座的先辈拢是基督徒，对基督徒，咱知影讲，咱像咱读台文白话字，这对咱来讲有诚重要的地位甲意义。毋过你讲基督信仰有影伫咱台湾社会内底，目前抑阁是占少数。安尼大部分的台湾人，从细到大汉，较侪接触的环境是较传统的宗教还是信仰变先生，迄个对，咱就会当来对传统的传说神话来了解。好，今仔日要来讲即个是传统的故事，毋知影有偌侪人听过迄个五虎沉水跟囡仔讲即个故事。那有听过的，敢会当在咱迄个开讲经的迄个野手会当野者。哎呦，迄个今仔日迄个即摆面筋野手，对，好多谢面筋，因为咱其实今仔日现场有诶，捌听我讲过即个题目，是伫我妈妈诶内部公务员训练诶阵捌讲过。其实迄个阵，刘公兄讲，嘛想要听，毋过伫迄个阵是我先听别人讲过，我感觉就适合来互咱台湾人做伙听，无论是咱讲是已经捌听过即个故事的人，要对即个故事来了解心理学，还是对心理学的部分来了解即个故事，拢感觉是咱台湾人诚需要。迄阵是我家己去外口上课，听了感觉足欠的，所以我阁转去迄个公务员的训练讲。其实即个心理学其实有侪款嘛，特别是咱今仔日现场嘛有迄个咱谢阮精神科医师就来讲，谢阮嘛有先听我讲过。毋过咱今仔日讲的版本就会较短啦，像阮迄工讲较长。其实对大家都用听故事的心情。对，我听咱起稿进前有人拿咧披萨嘛，可能嘛有人拿咧宽宿舍，拿咧塞车，拿听今日的工作，其实咱就是用讲故事、听故事即个角度，简单来互大家了解即个故事，嘛了解，咱的可能会当用安怎的角度来了解，心理学的角度来了解即个故事。是安怎要讲？其实是即个故事，我迄阵去外口上课的时阵，伊是用心理学的即个角度，即个学派用心理学爸爸的流派嘛来切入。用心理学伊本身是叙述人对伊嘛是差不多今年是伊150
旧年2005年是150年的名单安尼，所以其实嘛是差不多100当前，伊活到对啊算老对，100当前，差不多100当前的理论其实特别需要是因为在用的心理学较像无像是直接来处理外界的世界，较像是处理，有人讲伊是专门咧处理失败，对失败内底找到意义的心理学。若是捌咱欧妈妈捌较久的人，应该拢常常听到阮对我迄个阵嘛是对公投病蔡教授因遐学着的，一句话叫做身体健康、建国成功。其实咱一直安尼咧画建国成功，其实就代表咱还未建国嘛，所以其实咱到即嘛还阁还未成功，安尼敢算是一款失败。我即摆要讲的失败，毋是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讲，较像是讲，咱接受咱即马目前的进度到遮的即个角度来讲的时阵，咱要安怎面对？因为足侪人会失志嘛，会累志，毋过咱若是要有气力继续向前行的时阵，咱要安怎去看待咱即马伫遮？亲像嘛是敢若顶个月的故事，可能去讲阮过去伫街头冲，后壁龙光遐嘛是问讲，袂输看恁做遮的代志，足艰苦的，要安怎会继续坚持是啥？其实我认为后壁，认为讲，啥喏，我听了会想要甲伊摕等于阮的公务员迄个群组讲，嘛是因为感觉，咱台湾人真需要。才会知影咱发生啥物代志知影咱伫倒一个阶段，会当互咱有更较侪气力，会当继续向前行。好，所以就是今仔日的定位，咱毋是要做学术研讨，所以咧片山继续片山，咧款厝间咧继续款厝间。咱今仔日就来听咱即个故事。好好，咱就先要对故事的力量即件代志来讲，咱先无对。今仔讲大正五湖沉水即个故事直接讲，要伫遮先甲大家讲，其实故事即个物件真趣味。咱今仔日讲的即个五湖沉水大正囡仔讲，这是一个故事。其实咱拢听过的讲，应该讲无人无爱听故事的嘛。咱从细汉若是要，比如讲咱上侪囡仔咱用台湾话办的囡仔活动，大部分伫图书馆，伫啥物也是伫迄个生态遮嘛有一阵幼稚金华先生因伫大树骹，嘛拢是咧讲故事，对无？咱头一个要互人接触台湾话，互囡仔接触台湾话，咱可能即马的台语活动，就用故事咧接触囡仔，也是讲咱着什么用台语活动，咱从细汉，未困的时阵，可能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就会讲故事互你听。也是讲，个故事即个物件，就足成人诶。其中咱今仔日要讲诶，这毋若是单纯诶故事，伊阁是传说，阁是神话。即个故事其实，即款诶故事其实阁较特别。毋过咱要先讲，故事即个物件本身，伊其实毋是干那讲，画做一本册，也是讲。咱一集的节目，这才叫做故事。其实故事是普遍存在的。像我拄则讲到呾的，啥我今仔日要来讲这个主题，迄嘛是一款故事。咱去理解一件代志的方式，迄就是一个故事。也是讲你今仔日拄着啥物人，你转去甲恁厝邻的人讲，我今仔日拄着啥物人呢？伊甲我之间发生啥物代志，这嘛是一款故事。所以大部分。故事就是咱人去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是咱普遍存在。咱平常时咧写日记，迄嘛是家己讲的故事。咱咧写一篇名册，迄就是故事。就算你无对我写，你是伫头壳内底咧想咧旁，你若骑车的时阵，若咧想讲，好，安尼我今仔日下班了后，我要去倒位买啥物物件，因为啥？这嘛是一款故事。所以故事是咱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非常普遍的。今仔日咱要讲的神话，即款传说，伊有伊的特殊性。伊的特殊性是，即款故事大部分的故事，咱会先理解到，大部分的故事的文明，基本上就是无去，互人放袂记。
咱会当想想讲，即马时间是即马台湾时间是迄个拜六拜六中昼啊嘛，11点。好，若大家敢会记你顶礼拜六你即个时间，还是讲伫迄个无伫海外各位顶礼拜五暗时的即个时间，你咧创啥？你食啥物暗顿？啊，你食啥物早顿？食啥物中昼顿？还是讲3工前的即个时间，你甲啥物人见面？啊，你咧做啥物代志？大部分的人拢记袂起来嘛，你可能会等于现等于创啥，所以这个故事大部分就算是你家己的故事，应该是你家己上要紧，毋过你嘛无一定记会起来，这就是大部分的故事的结局，就是互人放袂记。也是讲，就算咱家己的生命内底有对咱来讲非常要紧的代志，毋过若是我死去了后，万外人死去了后，咱大部分的故事就是互放袂记。毋过像传说还是神话即款故事啊，伊的特殊性就伫，伊是一代传过一代，就我的阿公捌甲我讲，我的阿公是安怎知，我的阿公捌甲伊讲，即款一代传过一代的故事，或者伫咱即马或者传说还是神话，还是讲某一寡囡仔讲。还是讲会伫戏说台湾内底演的遐个传说，迄就是有经过一代搁一代的考验，世代传落来的物件，或者迄个故事，或者传说，或者神话，即款的故事有伊的特殊性。即款的故事是安怎有法度传落来？其实这就是用心理学内底有一个主张，一个理论，伊就是讲像即款故事内底。伊内底有一寡原型的性质，即款原型的性质，原型的意思就是，伊有内底有一寡物件拍互咱，亲像咱若是讲着老母，咱可能逐个人头壳内底，有个人是想着好诶，温暖照顾；有一寡人可能想着控制。这是老母即个原型，伊代表的正面甲负面诶。特性，毋过老母即个物件是所有足侪人的共同经验，所以伊有伊个原型特性。你讲迄随思用我来，大家若是想要先查是即个用心理学即个用，对，看着哦。歹势，我二六电脑等我一下，我点开。好。等我一下。伊是迄个当时出世，伊毋定100当前咧，免200几当前个人啊。出去搁入来伊个录影讲无？好，对，伊150当前出世。今年151当啦，对。毋过其实伊个心理学一直拢，伫伊足老了后，嘛拢搁互摆脱，但是伊甲主流迄个时阵的主流心理学界，有互等于讲是有互摆脱啦，所以伫后壁可能二战了后，等等的因嘛是有一寡学界的无算的竞争对，所以嘛是可能搁有每一个时代，亲像西方甲咱即马台湾每一个时期社会进展到无共的状况，面对无共的情形，所以逐所在事件的嘛无共亲像可能即几年台湾是愈来愈侪人咧注意用心理学即个物件，嘛甲咱社会时势。有可能第四个社会伤乱啊，咱无法度改变即个世界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甲理解的时阵，有个人就翻头过来想咱家己安尼，可能嘛有关系，对。好我看一下哦，我拄则无说是叮当着电脑。好所以在今仔日咱要讲的即个故事，其实毋是，其实是。足侪人无听过，毋过其实大家若是晓
足侪人其实讲过，可能5、6天讲过，还是你转去问恁厝邻，姑婆啦、职工啦，应该因拢捌听过。毋过因为即款故事，伫咱现代社会，咱愈来愈注重学校的教育啊，咱电脑甲咱民俗民间，有脱节的现象，特别是咱台湾人佫无用咱家己的文字，无咱家己真正。对基站徛起的教育系统起来的时阵，咱愈来愈读愈侪，伫中华民国册读愈悬愈侪人，有诶就定定有即个现象，咱愈来愈毋知影家己的故事。好，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即个故事，咱就对迄个囡仔讲五虎沉水大战囡仔讲即个故事来讲开始，我就直接拍。好，咱要对南昆新王爷庙即件代志，即个庙的故事来讲，咱今仔日要讲的，其实就是即个庙的故事。即个庙其实大家敢捌听过南昆新大天府即个庙，若捌听过，咱即马伫迄个咱的会议室演出，二站嘛会使，对，用坑遐有二站，有台南人应该拢捌听过啊，迄个明美仔也嘛有听，台南人应该拢捌听过，对，明美仔也嘛有演出，对，多谢。好，安尼咱先迄个继续。其实我相信啦，即马有伫迄个某甲演出的人捌听过，因为事实是大家若捌听到迄个当年过年的时阵，新闻拢会报嘛，抽啥物国运签有无？迄当年拢会报的，其中一间上大间的庙，就是南昆新大天府。旧年咧抽签的时阵，毋是拢抽着讲国运大歹，爱细字的迄个会做风台，爱饮水做大水，有影，旧年就有影迄个做大水嘛，咱下港做大水，甚至南昆新王爷庙本身的迄个牌楼，大家可能有看过，旧年差不多敢是9月8月9月做风台，毋是，应该是7月做风台的时阵，规个牌楼南昆新王爷庙牌楼规个倒去，大家可能拢有看到迄张相片，所以即个南昆新王爷庙，伊算是伊只要抽签，新闻就会报迄款大庙，对，所以大家即间庙是台湾的王爷总庙啦，意思就是讲全台湾，恁兜若是拜王爷，是恁迄个所在有拜王爷的庙，拢是对即间分出去的。好，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讲即间王爷庙的故事，嘛会当讲是咱台湾的创世神话之一。好，安尼南昆新王爷庙伊本地就徛伫沿海地区，因为伊是昆新嘛，大家拢知影昆新就是沙洲对。人讲的浮水金狮活血，伊伫1817年前千国时代的时阵，海水地理变化，王爷庙含落大海。伊其实是16几年差不多，但是意思就是迄个荷兰时代的时阵。地千公迄个时阵，因就即个王爷庙就已经起伫昆新毋过即间庙即马无徛伫南昆新，就是因为伊捌放弃。伊原地伫昆新，毋过伊即马起的所在，伊是顶起的。伊即马起伫恐龙山遐是顶起的。所以等于讲伊差不多剩150档左右的时阵，伊就倒去嘛，原地起伫南昆新迄间倒去伊迄间庙是拜五虎沉水，李治五祖还5个王爷。即个五虎沉水负责大天顺守，因就决定爱找地来顶起。先甲大家伫遮注释一下，我伫遮讲的迄个支那千国时代，我的意思其实是甲我用支那即2字的意思，其实是甲迄个现代中国做一个分别甲检查，因为迄个是有足侪人会呛讲迄个恁台语、恁闽南语。敢毋是嘛是对中国来的，对。事实是咱无应该互遮个物件绑掉咧。事实是有咧用汉字的即个世界有足侪所在嘛。韩国人因当初是汉字文化口越南、韩国即卖韩国、即卖日本，当初是嘛拢伫汉字口内底。毋过实际上，咱有咱家己的主体性，即个主体性爱对现代化即个物件去切。所以我用支那时代是要甲现代国家甲真现代做一个分割，对。
好，迄个五虎沉水，你伫五祖还五个王爷，因就是负责大天顺手嘛。因就想着，因讲要庙爱定起啊，安尼因想着迄个台南北门恐龙山即个风水宝地，伫遐积水溪长源，人讲是好迄个地理，清气打扫，好来嘛袂湿袂淡。王爷就决定要甲庙起大只，接煞香火，对。即个王爷即个信用啊，讲实在，较早应该讲到即马的中国，即马的中国现代中国是无温准有信用的一个国家嘛，因为人若有信用有希望，有感觉啥物是对的，因要追求的代志，定定就会甲时代的迄款国朝代的迄款中国，因其实嘛无官方来承认所谓的王爷信用，所以若是要讲王爷信用即个物件，代表讲台湾甲中国迄个官方有连结，其实嘛是真勉强，是后来是因为王爷咱知影咱台湾上出名的王爷，基本上就是阮屏东迄个东港、小琉球，甲阮溪州，就是南州三个所在，3年一科拢赢王的活动办甲足大的嘛。即三间嘛是拢大天府，嘛是拢对即间分出来的，对。即个王爷信用，我拄仔讲对16几年的时阵，因就起啊嘛，就迄个庙的，大家若想要查迄南昆新王爷庙，因的网络拢有写16几年，我袂记啊。因迄个阵来是，有一天有一只船，顶悬就是有采迄个王爷就走来咱台南的西南岸。有迄个船，有迄只有用迄个叫做啥新上，有若是有迄阵咱台湾人本来就讨海嘛，咱讨海的人拢几来只船出去，迄个船就讲，奇怪，若是讲你迄个王爷迄个上啊，若伫迄只船，就拢迄只船掠有鱼，别只船拢掠无鱼，对后来就大家就会烧钱嘛，对。后壁就变做规起起一个庙，来保庇即个所在。安尼，所以王爷是对迄个阵开始兴了后，民间先兴，了后，发现讲即个兴，对政权无败害，才会个政权翻头过来承认的即个王爷即个物件。好，毋过因对16几年16四我无确定，起了1817年庙倒嘛。因为沙洲本地就无稳定，海水本地就一直拍，刷无去，地基放弃，庙就对咧倒。定起庙的时阵，因想到即位宝地的时阵，煞发现即个宝地已经有神先徛踮遮，对。所以其实即个故事嘛，足趣味的是，即摆王爷信用其实是伫台湾非常的兴，毋过是安怎咱？敢捌想过，即个王爷嘛，捌互咱过去捌互咱台湾人看做是外来的，而且是甚至是甲伊看做歹物啊，对，嘛是咱即个故事心理学的角度要来测的。第一是安怎咱神的故事，敢是真的，敢是真实的？对即个故事来看，咱就会开始看咱人甲神之间，还是讲咱台湾，若是讲用即个信用来看，咱台湾在地拄则讲已经有神啊，佮有对方因感觉因是正神嘛，对无？因是王爷，有官方非官方，体制非体制，外来甲在来，即款拄着甲家己无共款的物件，咱人就是拄着甲家己无共款的物件，咱的意识就开始开展。伊无代无志，是安怎王爷要渡海来台湾？伫即个团船内底，到南昆新，是安怎起伫迄个沙洲顶源，佮含落。其实即个团船内底，这就是其中一个足普遍伫人类所有的族群所有的国家拢有的故事内底拢有的一个原型，就是海外的神明，伊。原底伫迄个钱东南边徛了好好，煞无代无志要渡海，就是伊对意识入来到无意识来找找。第一就是伊离开熟悉的所在，
啊，啥喏人爱离开熟悉的所在，其实迄就是人的阶段性的变化。啊，无论是有的人是主动的嘛，比如讲你主动原在台湾大咧，啊，毋过你无论是要追求啥，你离开你，比如讲你海外读册，还是讲你移民，你创啥，这是人离开熟悉的所在，还是讲你就算是倒来，我原在伫下港，毋过我去到台北，是安怎？我要离开熟悉的所在，迄是一个阶段的变化。啊，就算你无主动去追求，咱人嘛会有无论安怎，你一定会面对即个阶段。迄就是亲像人就是会毕业嘛，啊，也是讲你对毋管安怎，你伫即个社会顶悬法律上，你到18岁，你就是成人啊，你就会享用无共的身份、甲期待、甲责任来看待。所以离开熟悉的所在的时阵，咱自然人就有阶段的变化。你对幼儿园啊到国校啊、初中，对即款的，咱就一定会有变化的时阵，咱的原底相信的代志，还是原底的规则，咱就爱定起。所以咱会相信的代志，甲信用的定起。啊，是安怎因安排在即个传说内底，安排讲伊来到南昆新了后，南昆新庙起了好好，啊后来煞放弃。这其实嘛咧象征讲，咱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咱会开始去找咱伫即个新的环境，咱相信啥是定起咱的价值，咱是啥物人，对。啊，即个过程定定，咱毋是一摆顺利的哦。我到台北，啊，我就随着知影我是啥物人，是对啊无影啊，咱会可能台北人哪会在像前日咱仔咧讨论特权嘛吼，哪会台北人我来到即个所在台北的学校内底7-8成拢是台北人呢，因拢是毋捌离过厝里的人啊。我一个月厝税就爱偌济啊，台北人，毋过台北人住厝里，因我的厝税是因会咱开去倒位？听讲迄个比如讲你若是下港的查甫囡仔，啊，你去到台北读册，平要拍查某囡仔，你拍袂过台北的在地的查甫囡仔，咱就开始咧想讲，安尼咱到底开始搁找家己的价值，安尼我是啥物人？我想要爱我相信的价值是啥？所以这个过程，你会先找一个暂时你的定位，啊了后你有可能放弃，搁要定起。所以这个无意识，无意识其实是一个足去第一是咱一定有，啊毋过咧，迄是咱无意识嘛，上讲头壳咱熟悉咱真知影的咱家己，啊无意识就是咱毋知影咱毋知的代志。迄就是咱的无意识，啊，咱每一个人拢会有，啊，迄个咱毋知的代志嘛，永远是咱的一部分，啊，咱要安怎甲即个咱无意识的物件，慢慢啊，甲伊互咱家己意识到，迄就是所谓的意识开展，按意识化的过程。啊，是安怎讲？这是足普遍的行为，包括讲希腊行为内底，迄个有迄个互关伫风神的岛的迄个影响，啊，咱。要离开这个岛，互关咧，在希腊行为常常互关伫所一个岛嘛。要离开的过程，伊会拄着足侪款的足侪阻碍，这嘛是伫希腊行为咱常常拄着的。也是讲你讲像迄个日本行为，迄个毛毛塔罗，但是啥喏伊无代无志，要去毋知影倒位的深山那来拍魔王，但这嘛是一款影响的行为。啊，也是讲这毋若是敢若存在伫世界。各所在、各民族的传说内底，这嘛存在伫一寡歌内底，亲像咱家己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即个歌，随人英雄代代辈出，可惜拢半途来牺牲。亲像这个歌也是神话内底，那是一代传一代，内底拢有一寡物件拍着咱，这就是安怎传说，是神话，伊有法度一代传一代的原因，因为这甲咱个人的生命经验、规个民族的生命经验，拢有关联。所以南昆新的庙，伊原底伫支那的东南沿海，好啊，伊出海啊了后起伫咱台湾的南昆新放弃，搁要定起，这就是咱人一摆搁一摆来用有一个讲法，就是咧讲英雄的旅程，但这或者英雄的旅程，毋是讲一摆到位咱就成功，其实是你
应该是一世人的代志，甚至是毋是个人的生命，嘛是规个民众一直咧找地顶起、放起、搁顶起的即个轮回。好，毋过咱迄个暂时，咱迄个顶起的过程本身都有伊的意义。咱就算是暂时的人格本身嘛有伊的意义。迄个暂时的或者利用心理学内底迄个人格 mask 就袂输讲，咱到一个所在，迄个亲像咱的妹子嘛，咱到一间新的公司，咱来应一个妹子，咱就是咱代表这个公司出去做业务的时阵，咱这个物件就代表咱，这个暂时的人格，有伊的意义，毋过，伊会当当偌久？当到无当你换公司，无定你退休，也是讲你互死头路，对无？拢是有可能的。这个暂时的人格嘛，有人讲。中年危机，中年危机这个词应该大家拢捌听过，毋过实际是伫现代社会，中年危机这个词已经愈来愈无遐尔好用啊，因为有人讲中年到底是几岁？过去的人可能是毋知40、50岁，或者中年危机。毋过即马的人，因为这个社会有的人啊，就亲像我身躯边的朋友。因可能出社会了过3-4年，因就开始中年危机。而迄中年危机是啥物意思？是犹豫我过去相信的价值敢有影，敢是真的，敢阁有效？比如讲，你父母叫我读到大学毕业了后，袂输一切，人生就顺利。毋过事实是我大学毕业了后，我出社会，我敢有伫社会，敢真正有得到共款是做甲哪到一个月4万块，敢有价值？也是讲好，我就算，比如讲我一个月趁7-8万块，毋过我的身体怕歹去，我无快乐，我趁的钱，我根本就无时间开，我毋知影开伫倒位互我家己快乐。即款代志，即马的人伫现代社会愈来愈早开始去思考，这嘛是一款中年危机对，所以咱伫即摆社会，足侪拢会看到，啥物无想要拍拼嘛，咱就凊彩啊，或者咱嘛无想要欠钱啊，或者咱趁的钱，逐工出去第佚佗甲伊开了，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足普遍的社会现象，可能嘛是一几工，就较侪人咧，对这方面的，但无一定敢是用的心理学来，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对较个人个体化的心理学的角度去较兴的原因。对，普遍来讲，就嘛无讲即个暂时的人格，就一定卖有，是讲，就通常，暂时的人格，伊若是通常的袂知嘛，会帮，对，嘛是会希望讲，家己去了爱，嘛是讲，应该讲。像我迄阵咧上课时阵，迄个先生的建议就是讲，随望咱到一个阶段，到新的阶段，感觉过去安尼敢有意义。毋过嘛是希望讲，尽量伫35岁以前，咱尽量去追求社会，所谓普遍认知，感觉你是有价值的。比如讲，若是讲对咱当下社会少年的时阵，可能你晓读册，你读册了后，你有一个。社会肯定的工课，迄个态度，嘛是尽量去拍拼，因为若是咱心头就放弃，我对6岁7岁，我就看破，我就无要去追求社会所谓的肯定，嘛有可能我根本就还未去过，我就完全放弃的时阵，足侪人会产生自卑，我根本就毋知我是啥，所以嘛有可能等到是互自卑来束缚，所以迄个过程本身。真有意义，是安尼。好，安尼咱就搁继续转来看这个故事。虽然拄则讲的是迄个人格这个 mask，咱搁有咱去人对意识，到去超出无意识，意识到有无意识这个物件存在的迄个过程。这个物件伫普遍的文学内底，全世界的文化内底可能会用，比如讲囡仔王子内底可能会用宇宙啦，可能会用。沙漠可能若是伫欧洲诶，迄个囡仔国内底会用树林、松林即个
上面即个物件啊，大海啦，就遮个物件拢是咱毋知影有啥物物件伫遐，伊真危险，因为咱毋知伊是啥，伊就是危险。毋过伊上时嘛足吸引人的，因为咱人无意识伫迄个伫用的主张内底，伊毋是一个死的物件，伊是活的，而且伊有家己的主张，伊有家己想要去的方向，对，所以咱人自然会互咱无意识的迄面嘛会互伊有一个动力伫内底，甲咱互咱足猫的啦，互咱想要去追求啥物物件，这是自然的代志。好，咱翻头过来看讲，即个5个王爷要甲庙顶起的时阵，发现因上着的迄个宝地有神卡踮遐，迄个人，迄个神是啥物人？好，在地人讲，才有一个神咧讲，或者囡仔讲，囡仔讲在生的时，爸母早死，伊甲因阿舅伫遮咧生活，因为因阿舅叫伊饲牛，伊咧饲牛的时阵，不时等着雨来，因为咱台湾就是高热西北雨嘛。对，所互伊发现即个地雨来嘛袂湿袂淡，就拄则已经讲过一摆王爷因嘛看到即个地雨来袂湿袂淡，伊即个囡仔讲伊在世的时，伊咧饲牛，对所以伊发现即个地袂湿袂淡，因为若雨来的时阵，其实牛雨不要紧嘛，毋过人雨会感冒嘛，所以伊就拢徛伫迄个地。伊甲遮看这宝地，伊定定来遮坐神修行。有一日伊就逐工安尼饲牛嘛。有一日天暗嘛，因阿舅无看伊转厝，就出来找伊。煞伫即个宝地找着伊坐伫遐咧坐神，毋过一定无喘气就是坐神坐甲圆满啦，对，就先转去安尼。因阿舅甲乡亲就互伊遮尔认真咧坐神，遮尔认真咧修行即件代志感动嘛，就甲伊带带遐，甲伊拜，甲伊尊这囡仔讲，对。即段内底其实嘛，互咱看着讲，囡仔讲这代志足趣味的，因为王爷甲囡仔，大人甲囡仔，老人甲囡仔。这是定定伫亚洲社会看到的，伫用心理学内底，伊定定会有一个二元的对立，即个对立定定，咱互人讲做是黑暗、黑影 （shadow）。用的心理学内底定定会有即两个物件互相伫抵抗，对，互相咧跳舞，其中一个这个伊就是咧用心理学，就是咧主张讲，咱人。比如讲，咱定定，若是我啦，像我家己，是较急性的人，我看到迄款做代志，足慢、足认真、足稳的人，我就会感觉足压杂的，对。有的人，因看到我，因嘛会感觉足压杂的，对。这就是其实迄就是咱人的有光的所在就有影，对。这嘛是，囡仔讲即个物件，伊阁有另外一个，就是伊无名。对，咱真着注意讲，即个故事到落尾，王爷咱拄则头一段咱就讲，伊李治五子番嘛，因迄个全名或者啥，咱拢看会着，因为伊是官方的物件，伊看会着，伊或者啥物人，对。毋过囡仔讲到即个故事的上尾，伊拢无名，咱毋知伊或者啥，而且伊看伊写讲爸母早死或者啥，就代表讲。伊是一个孤儿，孤儿，伊讲伊甲阿舅做伙来生活，所以伊是孤单伊是无名的。即个物件其实普遍的嘛是迄个官方有名的甲无名的对立，大人甲囡仔的迄款对立。迄个对立无代表，你讲伊就是相对的心理学啦，用心理学就是相对的心理学。即个相对无代表讲，比如讲好啦，咱是。咱爱台湾建国的嘛，咱看到海中国懂的，咱会做个小的，对。毋过事实是，即个用心理学伊毋是摕来要要求别人的，伊其实是看到咱内底咱家己比例讲，我无确定敢是大家拢有，我用我家己做例。亲像咱要爱咱台湾独立建国，毋过咱嘛承认讲，咱伫1945年的时阵，咱台湾人其实也毋知影咱会使独立建国，所以咱迄个时阵对日本战书中国要来的时阵，咱其实是咧欢迎祖国，
对，这是咱，这毋是对我来讲，我袂当去甲伊当做是因，这是因啊，我去怨切因。对，咱其实等等爱翻头过来接受讲，哎呦，这是咱的一部分。对，这其实是用心理学咧做的代志，咱接受讲，这是咱的一部分。咱想到迄个阵安尼做，是因为咱无爱互外口，但咱迄个阵看到外口是日本人，咱无爱互日本人统治。这嘛是咱足侪咱台湾的先辈伫咧创台湾文化协会啊等等的时阵。迄阵因其中内底嘛有一个追求咱台湾人家己管家己自治的迄个心理，咱看到咱共同的所在，咱看到咱无共的所在，咱看到即个时间线的变化，这是用的心理学要互咱看到的。啊，咱对，咱毋是一直去怨叹讲哦，过去咱遐的人哪会无想到，若是迄个阵建国啊，咱即马就毋免遮艰苦啊，但是对，咱毋是要安尼做。啊，过来，这个孤儿的身份嘛，就趣味的是，其实无论是即马，还是过去，还是讲全世界各有啥物所在，其实，拄则讲的迄个影响的旅程，影响的旅程伫迄个用的即个心理学的主张内底，伊要讲的毋是干那单纯的成功，伊要讲的影响旅程的重点，其实毋是讲哦。全世界即个社会的人拢肯定我的价值，甲我看我徛伫一个足悬的位，咧甲我拜，咧甲我尊敬。其实毋是，影响的旅程上尾伊要爱的，其实是讲哦，咱意识到咱每一个平凡的日常，咱的每一工，咱咧做的，有的人其实拢做阮切家己的工课嘛，像阮嘛是阮的公务员内底，阮的公务员内底啊，有的人就逐工做工课就做痛苦的，无论就算伊的工课本身已经是在普遍社会上认为哦有保障啊，薪水嘛袂歹啊，工课嘛单纯，毋过对伊来讲非常的痛苦。啊，毋过若是讲咱有法度伫即内底看到意义，啊，看到咱每一工的迄个日常，其实拢是咧成就咱家己诶。心内底迄个日常，其实有法度去支持讲，因为我有即个工课啊，所以我有法度稳定的继续伫我的精神方面继续去做啥物款的打拼。但其实伊迄影响旅程的终其尾是平凡的生活，会真做我，就是我上，就是我，讲神就伫我内，神就伫我的身躯内底，啊，是即款的足贴合性的迄个过程。啊，即个孤儿即个物件趣味伫讲。其实毋是干那咱台湾，但伫咱台湾即个故事内底，伊囡仔讲伊是孤儿，啊，毋过伫迄个足侪神话内底，像嘛是希腊神话，伊敢是迄个 Zeus， 伊的迄个伊出世嘛是孤儿嘛，因为因老爸想要甲食，啊，因老母就甲伊送去一个岛，啊，迄个岛顶悬，就安排一个物件，互伊分落都有能通食，所以伊嘛是孤儿。啊，其实孤儿，所以应该讲，伊用来看者即个世界上定定有诶传说甲神话，伊就会看到讲，足侪英雄，伊拢是以孤儿诶身份来，伊出身拢是对孤儿诶身份。毋过其实无一定，这无代表讲所有诶孤儿拢会当真做英雄嘛。所以伊才需要经过迄款旅程。啊，若是伊伫迄个旅程内底找到伊的意义，安尼伊就有法度真做英雄。毋过若无法度找到伊的意义，咱就会伫迄个孤儿的迄个 complex， 因迄个就是一个结口袂开，安尼咱就会开始怨天怨地啊，拢是人对不起咱，拢是毋对。啊，其实即个孤儿的身份要专讲伫遮讲，嘛是因为即个孤儿的身份应该是咱台湾人、台湾社会迄个集体的迄个。啊，咱要安怎来看即个角，其实最重要诶。会安尼讲，大家应该头壳即马随抱迄个孤女诶愿望啊，阿西亚诶孤儿啦，但遮诶物件，无论是伫文学上、音乐上、政治上，其实咱台湾人应该拢是从细汉听到大汉诶。虽然也是讲咱台湾人，比如讲咱有红反背诶，刚刚迄个228迄个阵嘛，红反背诶台湾人诶迄个故事，这其实是足普遍的啊，对，咱要安怎面对即个物件？这嘛是毋是讲，这毋是干咱台湾人，也是讲咱个人的代志。
啊嘛是咱足普遍的，全世界拢有的。当然每一个所在会有伊本身发展无共的特色。好，啊，过来是风水宝地，伊连续讲2摆，对，即个风水宝地好来袂实嘛袂淡，对，啊袂实袂淡，自然嘛袂阴嘛，对，啊这就是因。囡仔讲伊在世的时咧饲牛的时阵，好来伊就踮伫遐坐神的所在，啊嘛是五虎千岁王爷想要夹着登起伫遮的所在。啊，想要经起而且是安怎伊所一直强调讲，即个地袂实嘛袂淡。第一，咱知影讲顶一个庙放弃，南昆生的原地起伫南昆生的庙放弃，就是因为水来啊嘛，放弃啊嘛。其实即个水甲地，即个嘛是普遍存在伫全世界神话内底的象征。比如讲像埃及神话，咱讲的迄个金字塔。上尖上顶悬迄个尖尖的石头，因号做扁扁的款。啊，迄个因就是原地全世界做大水，是讲圣经内底其实嘛是嘛，原地全世界拢有迄个做足侪神话拢有做大水的时期。啊，落尾因看到，唯一先捅出来一个大的所在，啊是讲日本的神话嘛是原地全世界是，拢是水。啊，因的迄个。好多啥？因为迄个上开始迄个神一直拉，一直拉到上尾有一块大的地浮出来。啊，迄其实即个物件伫用的心理学咧解读神话的时阵，因就会讲水就是无意识，啊，地大的所在陆地意识就是对无意识来产生。啊，若是用咱个人来看，一个人会来看，就是无意识其实是袂输是占冰山水下骹的所在。啊，咱头壳有法度想的代志，其实是迄个陆地捅出来的物件。亲像咱今仔日是安怎关心台语，咱是安怎关心咱台湾的建国。咱当然拢会当讲足侪理论嘛，对无？咱主张安怎？咱囡仔爱学几若款语言，迄个刺激较侪，也是讲用公平正义的迄个理论讲，咱台湾人本来就讲台湾话啊。硬要逼人讲中国话是无正义的，咱会当对对甲毋对去讲。啊，毋过事实是，咱会安尼去主张进前，其实咱着先对即个物件有感觉啊，迄个感受。在咱想到遮个物件时阵，伊会咱会毋甘。若是我阿嬷从细汉甲我讲的话，无去啊，我会毋甘。若是讲阮阿嬷今仔日还佫伫咧。伊伫即摆社会，伊讲台湾话会互骗受，我毋甘愿。其实迄个感受是比我所谓的理论行佫较进前的，是佫较大的。所以迄个水会淡的所在，内底浮出一个大的所在，这是意识甲无意识，这嘛是用内底一直拢咧强调的，啊嘛是对，迄最重要的概念啦，对啊，所以才会讲创世。即个行为，咱嘛甲看做咱台湾的创世的行为。迄个创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意义是安怎开始的。所以，这毋若是王爷看到即个地，囡仔讲嘛看到即个地，对，是一切意义的自即个地来开始。好，安尼咱就继续来看即个故事。好，因两个拢看到即个地嘛，即马就即个地已经囡仔讲踮伫遐啊。王爷要伫遮登起，所以即摆煞来要安怎？就五虎千岁真坚持讲，即个地是属因的，是因东山再起的根基。两边小钱袂得解决，请土地公来主持公道。五王讲因渡乌水沟过来是即个地因早着上好啊。伊是讲迄个，毋是讲我去南昆神庙倒去了后，我才经即个地哦。伊讲因早着上好啊。只是因想讲迄个地迄阵伤远啊，所以才暂时先来庙去伫南昆生尔。等南昆生的庙倒去了后，才佫想讲好，安尼就佫起转去我早就上好的迄个地。伊安怎证明伊即摆讲的是真的咧？伊王爷讲因有带一块铜钱伫遐做好。囡仔讲伊嘛主张讲，恁带铜钱进前吼，我较早恁啊，我就已经订一支铜钱伫遐，铜针伫遐。我表明讲，
即个就是我的啦。恁讲恁有台东钱，啊，我讲我有订东针，好。啊，即个时阵要安怎？就敢若会当请迄个咱台湾诶，若是前细汉像我安尼，拢咧看戏说传说，戏说台湾的人，就知影土地公即个阵来跳出来啊。啊，土地公就来敲代志啊，伊就掘地调查，啊，掘开煞发现讲正东针插伫东钱内底，就安尼插咧，所以看袂出来啥物人到底是啥物人，是东针先台还是东钱先台，毋知影。就是遮尔拄好天意安排，所以无法度论断讲即个宝地到底是啥物人先来的，啊两边的人嘛拢真坚持家己的立场，就因志甲红花岛安尼。好，伊安尼烧钱，好，安尼咱就搁来看即段的时阵，这嘛是拄则咧讲，严格用的心理学，伊定定咧讲相缘的迄个概念嘛，所以阴甲阳，嘛是传统。亚洲迄个定定拢有迄个太极图，其实就会当伫遮看到迄个阴阳即个物件，个人的行为哦，好阴阳即个物件嘛足趣味的，伊毋是拢主，一般来看，咱若是要看王爷甲迄个囡仔公，其实代表阳的是王爷嘛，代表阴的是囡仔公嘛，咱拄则讲伊无命，咱即款无命的神就是阴神，像伊讲我甲阮爸咧讲着，伊嘛讲。我问，因为我就问讲，因为阮庄嘛拜王爷的，我就问讲，安尼阮庄连迄个王爷遐敢有拜迄个囡仔公，伊就讲无咧，迄较阴，迄阴庙，着阮庄无，咱庄无，着啊，就是迄就是阮爸其实已经是足无咧拜拜，就是阮厝邻拜拜的代志，拢是阮阿伯、阮阿姑、阮职工因咧管的，阮爸拢无啥咧管，毋过阮爸嘛是一来听着就讲，OK，迄较阴，所以应该是王爷是阳的，囡仔公是阴的，毋过伫遮。东钱甲东针，若是咱看，袂其实东钱是代表阴的，东针是代表阳的。毋过台东针的是囡仔讲，台东钱的是王爷，所以其实这嘛甲咱讲了一个意象，就是阴阳是阴中带阳，阳内底佮带阴嘛。像太极图内底，伊毋是白的甲乌的完全分开，白内底佮有一点乌的，乌内底佮一点白，重点是即个阴阳之间，迄个太极图。比方是咱看到迄个图尔，毋过事实是迄个太极图是一直咧说，一直咧说，伊是会震动的，伊是会变动的，伊是我对啊。这嘛代表东针插东钱嘛，代表讲咱人内底，其实咱一定有咱黑暗面啊，亲像亲像哦，就讲咱日捌就好啊，日捌内底咱有去迄个调解，甲因参详。迄个调解委员会即边的咱台湾人嘛有主张爱武力反抗27部队，对无？啊，水上机场迄个战争，其实阴的甲阳的，就拢是存在伫，无论是咱台湾民众内底，还是讲咱个人内底，你拄着一件代志的阵，你会想讲我要甲伊好好讲，还是准煞啦？咱去配面，咱用阮的嘛，还是直接过嘛？咱看啥款的，这拢是长时存在伫咱一个在咱。意识内底，所以这个东针插东钱，会当讲阴阳本来就是一体，嘛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东针插东钱，这嘛有做原始的迄个人，阴阳，男女对，迄个性器官，迄个上灯嘛伫迄内底，啊，这嘛是普遍存在伫全世界，像印度啊，无一定阴就是被动，阳就是主动，这嘛无一定，像印度的迄个神话内底，我记袂起因的名，就像即款阴阳迄个气质，嘛无一定是啥物人被动，啥物人主动，啊，毋过是相对的安尼，啊，毋过即个阴阳的特质嘛是生命的产生，所以就此来讲，这是创世的行为，对，好啊，所以对即马伫即段内底，咱就看到囡仔迄个五虎沉水，甲囡仔讲因的小度啊嘛，所以其实这个是。王爷伊要起庙上大的阻碍啊！其实囡仔讲即个物件就趣味的，就是这应该是咱台湾人目前啦，咱所知影上古早的囡仔即个原型，就咱拄则讲到的原型，可能有亲像大海嘛，对无？海即个物件是无意识，代表无意识啊！伫全世界的文学啊、传说内底，咱看到足侪拢是代表无意识的即个原型。啊，老母啊，咱可能会讲着疼惜嘛，
关心嘛照顾，可能嘛会想着控制，对。毋过囡仔即个原型嘛是普遍存在伫全世界诶故事内底。这就是咧讲，我王，咱拄则讲中年危机嘛，对无？伊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伊过去相信的伊袂放弃啊，伊过去相信的，我即马过去遐尼拍拼，读到大敢有意义？我逐个月我趁10万，敢有真正敢有影较快乐？对，就开始咧摇伊过去相信的代志的时阵，亲像咱这就好多中年危机。安尼，咱过去诶暂时诶人，迄个好多过去诶暂时人格，迄个 mask 开始出现必顺，即个必顺诶时阵，咱伫即个故事内底，咱通常伊就我王伊要起庙，伊就拄着阻碍，伊就拄着囡仔讲，这就是咱通常人拄着困难诶时阵，咱会开始翻头转去看咱心内迄个囡仔，这就是这几年应该大家拢有看到迄个内在囡仔诶，即个理论。咱有时比如讲，有人有迄个红棒杀诶惊吓，就是可能过去无一定是啥物大代，无一定是啥物大代志，有可能是我有一工我精神的时阵，阮爸母拢无伫厝，因为阮老母可能去阮兜巷仔口买一个物件，随着转来，毋过伊无想着。我迄个时阵精神伫囡仔诶时阵诶，我可能就感觉我互放煞啦。有可能地书刷来每一个大汉诶时机诶时阵，我无一定要会记得，毋过即个物件有可能影响我一世人。就亲像我无确定我家己敢真正有互这影响，毋过我一直知影讲，我家己是一直想要知影我是啥物人诶迄款人。若无我应该袂行来做建国。若无我应该袂行来做代志我毋知影，我无确定到底是安怎。毋过我即几个月有想到一项代志，毋知甲这有关联无？因为我细汉诶阵，我伫台北出世4个月，互抱转来，我伫兰州国校去恒春读册，了后初中过来高雄，了后大学过去台北。我一直会记得，阮阿嬷就徛兰州嘛，溪州。我伫国校伫恒春读册诶时阵，阮兜逐礼拜拢会转去阮阿公阿嬷厝里。看因嘛，逐礼拜拢会转去。阮阿嬷就讲，有迄阵我应该就可能国校2年3年安尼尔。阮阿嬷就甲我问讲，润啊，你敢会变恒春人去啊？伊对2、3岁诶囡仔，安尼2、3年诶我，甲我安尼问，因为在伊看我应该是兰州人嘛，对无？我嘛想讲对啊，我是兰州人，毋过。我想，我伫迄阵，我国校呢，你看6年，我拢伫恒春呢。安尼我敢嘛是恒春人，对。伊就迄阵，伊就问我讲，润啊，你敢会变恒春人去啊？伊就问我即句话，对地书讲我毋知敢是地书啦，毋过反正是真正到即嘛，有人问我倒位人，我头壳，我心内拢爱先盘过一摆，我到底是倒位人？对，我一直在想即件代志，这有可能就是对咱人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其实头一个会等于想咱做囡仔时阵的经验，对无一定是像即款的，有可能是咱其实是需要咱转去过去找咱的资源，去做咱个人的行为。这个个人的行为意思，亲像有的人就可能转去过去学校，较早感觉足大规片的运动场，我即马大汉啦，转来看，感觉足细。也是讲有的人是细汉的阵捌互欺负，也是讲捌互爸母拍，捌互爸母骂。毋过咱若是转去想过去的，咱可能去听，有一寡物件其实是咱家己用想的，无一定想会到嘛。毋过有时大家应该拢有迄款经验，你经过你过去熟悉的所在，你听到你过去定某一个时期定咧听的歌，你去闻着过去的某一个你足熟悉的味，敢是阿嬷身躯顶的味。时阵，你迄个阵的记忆，某一个画面会向叫倒来。所以迄个时阵，咱会当想着迄个时阵，咱家己可能捌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咱可能受着遐个代志啥物款的影响。毋过，因为即摆的咱甲过去的咱无共款啦，伫迄个阵咱伊可能互影响着。毋过咱即摆翻头过看，好，就算讲，比如讲，我凊彩讲，若是讲我细汉的阵，捌互阮老母拍。毋过即摆我细汉的阵会足气的，
啥哪里人拍人，我迄阵已经知影113啊哦，我知影大人袂当拍囡仔，你就是看囡仔拍袂赢你，所以你才拍我嘛。毋过若是即摆我转去，我可能会当看着讲，哦，阮老母伊嘛是头一摆做老母，所以伊迄个阵嘛毋知影，伊足气诶，伊想要控制，伊感觉代志厝里已经遮侪代志爱无用啊，我搁互伊遮责，伊毋知影要安怎，伊失去控制，所以伊甲我拍。我当看着伊敢是超工要扣着我，还是伊迄嘛是伊一款反射动作，一款伊嘛是压起来，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就咱开始翻头有法度看遮个物件的时阵，咱会对过去有一款无共的解说，啊，咱对咱翻头过来看，即摆我有法度做着啥？比如讲，咱足多人会怨妻爸母，感觉以后我做爸母，我才袂正做我给伊烧迄款大人。毋过大汉了后，发现讲哦。哇！阮老母老爸，哇，20通岁就生囝，都买车，就买厝。毋过即摆足侪少年人，我活到阮爸母的岁时阵，我做了敢有比因是较好，无一定有。啊，咱开始会当理解，开始会当原谅家己。啊，这有法度原谅家己的阵，袂开遐侪亏咱的怨叹。咱电脑有较侪，咱毋是讲消极，安尼准煞。其实是接受家己了后，电脑有较侪亏咱，会当去。开始想安尼外人做啥，等到是积极。哦，啊，佮有拄则讲的，无论是孤儿啊，是讲内在囡仔原型，即款物件，拢无一定是真正年岁就细。其实迄个代表的原型，嘛代表讲咱感觉家己无力，感觉家己孤单，感觉心内无，感觉身躯边无人了解我的时阵，迄个时阵的咱，拢有可能是囡仔的状态，孤儿的状态。对，所以咱咧读遮个传说的时阵，有人讲我囡仔时代有好就好啊，拢无创伤啊。毋过咱人定着。一定会有孤单啊，感觉绝望的时阵，这是一定有的，所以这就是故事会当互咱看到的力量安尼。好啊，上注下今仔日其实即个传说会当讲的有足多啦，对啊，讲袂了，就亲像一个梦伫迄个用因分析师咧培养啥物的时阵，因一个梦会当改一档，所以一个传说就较歹讲啊，因要讲足久，拢讲袂了，对啊，所以今仔日咱就讲到着20分，对啊，咱后壁的时间就留互大家看有啥物要互相讨论啊，安尼好，安尼咱继续把即个故事讲煞。好，因就要收进即个题嘛，啊，两个人拢坚持讲即个题是因的五虎潜水甲囡仔讲，所以因就志袂煞，志袂赢啊，土地公。超无法嘛，因为看起来当针差当钱啊。啊，落尾冤到上尾，囡仔讲气一个，就呛讲：恁5个大人欺负我一个囡仔，安尼敢有天理？要爱即个地，就爱有才调来摕。拍我会赢，即个地就你的；拍我袂过，就莫个孝顺即个宝地。话讲煞，就准備要相爭。吼啊，囡仔講，你就想講對啊，囡仔講伊就是一個囡仔，啊，五虎沉水5個王爺誒，就足袂爽誒，就感覺欺負囡仔嘛，對無？所以囡仔講的安尼變做少年陣神，啊，世界調集因變幾種，啊，頂一文下面講有講，迄陣就是1815年迄個陣，逐工過道，恐龍山遐，烏天暗地，啊，聽着拍甲乒乓叫，袂輸戰場，殺氣沖天。啊，囡仔講第二啊，有一個大將，叫做掃帚精，戰力真強，含5王都戰伊袂贏。啊，這就是趣味的所在。這毋是哦，即擺大家看到版本，因為這個故事是考團，對啊，當然後壁起廟的就因有寫佇因的網站啥物的，所以有一寡出入。毋過事實是足多節目攏捌講過即個故事，我聽捌講過嘛。啊，佇 YouTube 頂頭，什麼郭文成、台灣雞貓，嘛攏有講。對啊，伊迄個真正是講迄個恐龍山遮，對南昆新大天府遮，你若是要選里長，無人要甲你選，因為都有即間廟嘛，或者你做遮里長，你嘛管伊無法。啊，迄個陣嘛是逐工拍下晡過道，就安尼戰到烏天暗地，所以大家攏搬走，會驚，啊，敢若搬到剩2口走安尼，所以這個記錄攏誠趣味。對啊，這個囡仔講電影，有一個大將，叫做掃帚精。啊，這個掃帚精，就代表啥？其實掃帚咱就是厝裡的物件嘛，所以這嘛就先講，若是用
用心理学就是伊会一直用上灯去看，对。啊，亲像这个扫帚就是要甲垃圾的物件扫出去的，所以伊嘛无名，所以如果是代表无意识内底，咱想要甲歹物仔扫出去。伫即个故事内底，歹物仔就是迄个五王，就是五王即马全台湾香火足旺的。毋过伫迄个时阵，伊是互咱再来台湾社会看做是外来的，而且是歹物仔。即个扫帚正对，嘛是代表啥物？是咧顾厝的属地是家，五王是咧对抗国，所以家国之争，其实到即嘛，咱台湾人有冤是咧面对这嘛。咱台湾人也未有真正咱国际法理上咱家己的台湾国，咱咧对抗，比如讲旧年的所谓的大罢免，就是个物件，敢是咱就是用我想要顾甲台湾顾好即个家的即个意识，咧对抗国。但即个国是中国党的因的国，的迄个互相的对抗。到即嘛，就算即个故事是遐尼久以前的故事，毋过到即嘛，有冤流传，就是传出来的力量，就是到即嘛有冤咧拍着2025、2026的台湾人，是安怎有冤的，互即个故事拍着会甲伊传落，就是即款传说甲行为，伊有伊甲咱拍着的所在。好，即个扫帚正战力真强嘛。伊讲五王的正义袂赢。五虎千岁内底，五虎千岁，因每一个王爷有因负责的业务就对啊。其中迄个负责修正的是三王，三王的就叫做五虎啦，五虎千岁。伊是三王嘛，亲像大王就是负责总管理的啦，四王就是负责抽签的啦，三王负责修正，伊就是上歹迄个。伊逐摆修正的时阵拢带头中做阵，头前大枪，后壁大用。结果伊对着五王对着扫帚正的时阵，竟然嘛是互捕头去站着遐头，伊的金身留一顺，到当就看会着。愈战愈过来因着两边就愈战愈凶，含中贪元帅。哪吒三太子倒来斗骹手，这个时阵就趣味啊！三太子嘛是囡仔神，迄个囡仔公嘛是囡仔神，所以两个囡仔神一个相拄，拍到飞沙走石。三太子的头就互囡仔公斩落来，飞足远的，飞去到七股的西行宫，局势真紧张，有来有去，无输无赢。结果连家己当朝福海宫的主神李富千岁甲三奶夫人，都带100万新兵落南加入五王阵营，大家老伙老弟，两边拍几个月未收煞，会当讲是咱台湾历史上规模上大的新年武道大会。对，这个时阵，这其实有这个通好讲的，包括讲，这个伊写甲小清楚的呢。那三太子的头斩落来，袂死啦，因为三太子的真身是连体嘛，伊有3粒头，2支手嘛，所以伊袂死。过伊的头飞去到七股西行宫，写了足清楚。讲迄个王爷五虎千岁迄边，因个绕迄个家己的因本出去的王爷庙，迄个福海家己当朝的，个绕人来斗拍。这其实这就是安怎咱要讲故事的力量上趣味的所在。其实咱无论咱在做是啥物信仰啊，你的宗教相信啥？毋过咱其实基本上咱共同相信的是宗教内底的神，咱是希望人向更较好的所在来发展嘛。既然是安尼，即款敢有神真正会伫人面头前？但这到底是啥物人传落来传说啦？到底敢会有神伫信众的面头前拍甲安尼啊？就拍甲就歹看，应该是袂。对，安尼这代表啥？其实代表讲，这样的物件佮记得较清楚呢。安尼到底敢有道理？其实这要记的是，应该是咱迄个阵的信众啊，就算是你讲共款拜王爷，咱的无共的信用之间，咱会修正嘛。咱嘛伫台湾历史上看过都是无论是无共族群啊，是无共信用，无共认同修正的故事。所以这其实嘛是无共相信无共信用的人修正的故事。所以这是人咧争，这其实毋是神咧争。毋过咱人，因为这故事若是原底的历史传，毋过若是讲，咱会互伊倒退愈变做是
变做是一款传说，变做是一款故事。啊，若是讲佫无去，咱得讲哦，迄是神咧整啊，毋是我咧整。阮无遮歹看，是神啊，是神。对，毋过若是连有一工人家的故事，咱都袂记得啦，无咧听的时阵，连神话的故事拢无去的时阵，这就是是安怎？有一个讲法是人永远无法度对历史得到假释嘛，因为永远迄是别人的代志，迄毋是咱的代志。就咱永远拢是看到别人，咱无看到，这其实是咱。就咱看到无共信用的人，就咱人类到呾嘛是嘛？即几工上新闻，国际新闻报上大的是Iran遐嘛，就所以这拢是人的共同，就无论你是啥物信用，你是啥物民族，共同内底拢会有即个物件伫咧。所以其实对，伊会写甲遮清楚，就亲像迄个到即满咱逐年3月咧迎妈祖的时阵。嘛是拢会去唱桥嘛，对无？若是妈祖的桥伫你，像旧年有行入去到南投，哦，行几分钟，大家规个南投县有够欢喜的，对啊。若是讲唱桥，即个即个王爷，即个妈祖来到阮遮加停一站啊，加停几分钟啊，大家都偌欢喜的。所以这其实就是信众故事安尼。好啊，即个五虎千岁，伊会特别讲迄落啊，徛头互站着，啊金身留一顺，是真正嘛是拢讲有一直补，就是这嘛是庙方，因拢有一直讲，因有一直补，毋过安怎补，的迄顺嘛是一直个浮出来，啊这嘛代表讲，这伫用的迄个解说，伊什物遐个角度来看，就是讲，这是咱人咧接受咱家己，咱捌受伤，咱捌做毋着代志，咱接受咱家己，啊咱勇敢去面对接受家己，嘛有软者，嘛有无完美的所在。啊，这其实是最勇敢的一件代志。迄就亲像我无确定，若是查某用啥物角度较好，毋过若是在座各位若是女性的，一定拢理解讲，像歌文题上进前的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就讲吼，莫迄落你无保安机，莫出来惊人，莫出来共惊，对啊，即款的，就所以亲像到即马做侪。比如讲青少年啊，咧当大人的时阵，因拢足少社群媒体的嘛，咱逐工拢伫要偌济赞啊，就是伫迄个社群媒体拢有 filter， 互大家看起来，目睭足大，类皮肤足好诶，就即款的物件，其实拢是咱咧追求一个完美的形象，想要偌济诶肯定，对啊。毋过若是讲，咱有法度像吴王安尼，足勇敢接受家己。当然，咱要保安机的时阵，永远会当无啊。毋过咱嘛有法度伫逐工。转来到厝，家己的妆拢洗好清气了后，咱看镜的家己，咱袂嫌，咱会接受讲，这就是咱家己，对啊。无论是身材，无论是皮肤，啊，无论是我即马买一顶头的迄个物件，毋是某咪律师，毋是某咪法官，毋是某咪医生，毋是某咪教授，毋过我永远会对眼前的即个我家己，感觉我接受，啊，我袂感觉见笑。对，我知影这是我接受这是我。但即个物件，对，用心理学角度来看即个传说，就是咧看讲即个五虎王爷是安怎伊游玩互站着迄阵，徛头迄阵，游玩到呾个老咧。对，好啊，落尾咱即个物件收煞，政事愈战愈热，啊，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凄惨。啊，即个阵正啊上尾，通常伫台湾的故事内底，就是观音佛祖甲妈祖要来。超代志啊！就六甲赤山岩的观音佛祖总算看袂落徛出来啊！伊就北港妈祖保生大帝顶顶的神明，组成调解委员会做伙来超代志。观音佛祖开始讲，即位的风水会组织四方灵气，正经罕见，那会伫共享香火，必去福德万民。五位王爷有遵守天命在，新囡仔讲嘛是地灵所将，恁拢是来这世神态着小钱，望你顶看我报面，各位大地成灵计，莫阁计较，互相和解。大庙香火盛，小庙必有敬。此地通起大庙，恭奉我王嘛去小庙拜囡仔讲，共享香火，万世不绝。对，啊，观音佛祖超煞。诸神点头，两边总算停战和解。啊，伫遮，那个观音佛祖啊、妈祖遮会当当做是一个女神，
中介、中保，这伫基督教内底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即个地位，就伫神甲人之间要安怎？互囡仔讲原底是鬼嘛，其实伫王爷的眼内因是鬼，啊，伫囡仔讲迄个角度来看，王爷恁原底是外来的歹物啊，要安怎互外来的在地化？伫遮徛起，要安怎互原底是阴的鬼变做是囡仔讲万神爷？拢是靠即个中保之间来转化，所以足侪女性的形象定定是咧做即个代志，人甲神之间，跟人性甲神性之间，要安怎互相甲伊调解做伙，就定定是爱靠中保即个物件来去转化，来去牵线，来去直接。好，就安尼，南昆神大天父大庙公奉五府千岁。边仔有起万神堂，专门拜囡仔讲，信众来遮拢照鼓励，先拜五王，后敬上王。囡仔讲，若有不敬的人，定定车都袂发，过路身体无爽快，定定讲器官啊，你若洗温泉的人，迄山路嘛，袂行车。毋过你若无拜迄个囡仔讲，囡仔讲袂爽，代表讲会着，当然囡仔讲袂爽，伊就互你车袂发安尼。啊，若翻头补拜，随着平安无代志。对，啊，即场大阵了后，五府千岁金身的遐头，迄个必顺补过来拜嘛是直直必，啊，袂输囡仔讲的神威有原伫咧。啊，三太子甲囡仔之间了是会硬叫，对，这就是迄较先迄落人的东书啊，是兄弟姊妹之间会有迄款怨道，迄款怨恨，其实是咧讲三太子甲囡仔讲之间的即个怨恨是伫遮。啊，若到打新潮若来吼，会停伫山门卖入店内店内。啊，以上拢是心灵大战的历史见证，对，对哦，啊，其实即讲心内怨恨的囡仔，甲心内怨恨的大人，咱嘛毋是讲拢要互囡仔换头，就只是讲咱爱尊敬咱的理智、头壳、意识的部分，咱嘛意识到咱有无意识的部分咧存在，有时咱爱听咱的感受、咱的情绪的声，对，啊，即个故事的力量，对，嘛是伫遮好。对啊，后壁迄是对后壁若阁较有时间，对啊，在故事的力量，就是要甲大家讲，有法度互咱理解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是安怎即个代志真重要，是，对啊，就比例讲，若是讲过去查某囡仔，若是互强奸，会互讲是你后早起啊，你规气就甲你强奸的人结婚，毋过即马。人会知影讲做毋着代志的，毋是我，安尼是我应该感觉见笑的是做毋着代志的人，就像即款的，拢是一款故事，对啊，这就是故事的力量。啊，是安怎对啊？台湾人毋敢讲台湾话，咱会感觉见笑是安怎？啊，是安怎咱要继续讲台湾话？其实定定咱看到，就无论咱每一个人做到啥物阶段，啊，咱永远会感觉别人做无到的时阵，咱会感觉咱人看讲安尼伊咧行啥？对啊，咱有法度看到这。就有法度，就互咱有较侪力量做较久长，毋是停伫迄个怨叹啊累积，对迄个所在。啊，落尾这是一寡迄个 keyword 啦。啊，若是有要寄付我妈妈的，遮来寄付对。啊，落尾要补充，就迄个 credit， 就我顶届头一场伫迄个我妈妈内部公务员训练讲，啊后壁说阮有提醒，就讲其实我即个故事我是去外口听人讲。听了搁转来公务员的聚会讲，啊，其实伫讲的聚会内底，我一直无直接讲我到底是对啥物人遐听的。啊，其实因为我干那用嘴讲着，啊，毋过我无比如讲家写伫文字的资料内底写袂清楚。因为像文字的资料，像阮有做迄个内部的讲义啦，毋过着这就是那个，毋过这还袂完整，着所以就是请若是有要爱的人会当听迄个寄付。啊，我过年的时阵，家创啊较完整，佮寄互大家咧。进前阮顶一届讲座，嘛是有甲伊录影，对，这嘛是类似的机制，对，啊是因为是咱台湾人欠的物件。啊，我要讲的是迄个，顶届说阮提醒讲，那无甲迄个编卡的迄个 credit 写出来，啊，我嘛是伊问了，啊，我伫现场，我可能就直接补充迄个 credit，因为其实。我知影我家己是，若是讲即件代志是别人做完成的，我绝对会对大家平时做代志，我是专来讲好完整，希望互每一个人得到伊的 credit 安尼的人。毋过迄工说阮问煞，啊，我嘛是补充，佮补充了，啊，我过顿工，就可能咧洗身躯啊、洗碗啊、创啥的时阵，就一直想即件代志。
我就有影会想讲，哦，我会惊啥？我会惊，因为我当初是去听的阵，伊上中意讲的，但伊嘛台湾人啦，伊定定插台湾话一摆，毋过伊上中意讲的。啊，我就想讲，我若是单纯要讲即单心理学即个物件，即个专业，人是专业嘛，人翻译足侪心理学的册，对无？安尼大家若是讲我会惊，迄就是我的乌影。安尼大家若是知影，听伊讲就好，用中语，安尼大家敢会佫无要听台湾话啊？这就是我的乌影。我想讲，毋过这可能是我的烦恼啊！要安怎意识到即个乌影是意识到了佫安怎？毋知影。毋过就是就即款甲人互动的过程，才有法度意识到咱家己的乌影。意识到了，咱乌影咱毋是要甲伊杀死，咱是意识到伊伫遐，互伊一个位。乌影咱嘛杀袂死，因为迄就是有光就有影，这是一定存在诶物件。对，这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社会的，对意识到了后，咱保持一个甲伊线，甲伊互动，咱嘛互家己愈来愈勇，因为甲伊互动一定爱甲伊互动，咱才有法度愈来愈了解伊，咱才会当慢慢仔甲伊对无意识变做是伫咱意识的战处，咱有法度去较毋免常无说字就互伊放票去的物件。毋过，咱爱有法度互伊运动，有甲伊互动，其实咱个人嘛爱有够勇，对这嘛是我妈妈，就无论是伫读册会啦，是来内部的公务员训练啦，是阮平时的野餐，甲囡仔的爸母会，阮一直咧做的代志。对这是今仔日就是甲其中的一部分摕来台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大家分享。对，多谢大家，安尼咱今仔日讲到遮，好，感恩。好，安尼对，安尼看大家敢有啥物要互动，还是分享的，还是对，拢会知。小阮，你敢有要讲？对，即个有几个对啊，几个朋友是真两捌听过。顶阵讲3点钟吼，即个较紧。我听的阵超过4点钟。毋过我是要佮甲我嘛一寡感想佮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听的感觉无啥共款。毋过伊后来嘛有听论坛分享讲，伊迄听了伊后来咧思考的代志吼。我是感觉讲，咱去听的迄个场合，一定是我无听过迄个人讲啦，毋过我参加过即种分析心理学相关的讨论会，我感觉我咧以后讲，迄阵咱若去听一般即种外口的专业的心理师咧开的即种讲座，大概吼，应该讲的迄种感觉的是讲伊摕因去参加的人拢是对心理学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嘛，吼，就是有兴趣的人才会去。去的人，我咧摇就是讲，伊去的人就是讲，可能至少知影讲遮心理学的基础啊，是讲小可知影理论，可能淡薄仔知影。咧讲的人就是甲即个台湾本来本地在来即个故事摕来做一个材料，袂是讲伫学术来讲，就是做一个证明嘛，吼，讲去验证讲，用的讲的即个心理学的即个理论真正有伊的道理，因为就算伫咱台湾遮，咱在来迄几啊百当前的故事，吼，嘛会当用的即个心理学的即个一寡理论啊，看到这故事内底写的一寡物件，甲伊提出的理论是有算讲有一个相关性，吼，有一个足一寡足成的所在，吼，所以我想因咧讲的即个时阵，应该是我咧以后啦，就是讲可能是甲即个故事当做一个咱在来本土的一个资料嘛，吼，去验证讲即个国外学者，吼，即个做长期互人接受的理论，伫台湾嘛会当应用安尼，吼，所以就通大家去学习即个心理学的理论。毋过我感觉论坛讲的佫较好是讲，因为头仔论坛讲的部分虽然，我感觉是讲。我会惊讲，若是大家较无熟即个理论，就听的时阵有时会较火，就是讲有时论坛讲的是故事
内容有时啊是寡即个理论，啊有一寡是伊本人讲伊体验着，伊感觉讲伊学着即个理论了，伊体验着一寡经验是安怎啊？我感觉就是迄个特别的经验，咱台湾人像讲咧用台语生活啊，要做即寡台语的事工，啊，伫即个中华民国的殖民社会拄着一寡困难，啊，甲有讲咱成长的过程，即个会有一寡特别特殊的经验，这是咱虽然讲咱去用透过中国话去学着，还是讲透过别个语言去学着国外的理论，吼，啊，但是咱就是嘛是即个一个在来甲外来对照啦，吼，就是讲咱在来的经验，会互咱有更较侪体会，吼，啊，即个在来的经验，咱用台湾话来讲出来的时阵，啊，甲有讲咱学习到的物件，嘛是甲讲别人用中国话咧讲，这是一个会互人有无共款的感觉啦，吼，所以我感觉咱会有一个自信，就是讲即个文化本身啊，即咱家己的故事，咱有啥物款的即个解说，咱会当发展家己的即种理论，还是讲知影讲即个理论伫咱遮算合用啊，无合用，啊，咱会当做家己的调整安尼吼。我感觉这就是即个本土化最重要的，啊嘛是应该要用本土的语言来做的即种感觉。哦，所以今仔听感觉讲，甲顶届个无啥共款啦吼，个有一寡新的想法。啊嘛就想要知影讲别像讲刘刚遐是别海外的听众啦，听即个故事，听论坛安尼讲有啥物心得安尼？我先讲到遮。多谢小温，对我补充，其实我感觉像钟颖，伊即摆是伫迄落啦，高雄中学，跟他做辅导是个主任哦，对，啊，伊翻译足侪册，啊，其实像伊出足侪，伊有翻译足侪册，啊嘛出足侪册，啊，伊足侪拢有咧，因为像西洋的囡仔国，也是迄个西洋的传说啥物的，伊足侪人足侪人有做过分析啊嘛，因为心理学即个物件本来就对西方起源，足侪学科拢是。毋过像台湾在地的传说，伊嘛有去做过比较的传说，因为咱有的传说是甲日本就相像，有的传说是甲支那有关联，啊，敢有啥物是咱台湾在咧？伊嘛有出过相关的册，啊，所以其实伊本身来做即系列的时阵，伊嘛是想要做即个工课，就因为咱台湾的家己的故事，咱台湾人家己来解说。所以伊要做这，啊，当然伊目前无做到用台湾话讲，毋过伊其实有几集甲迄个陈慧文医师节目，其实因两个有拍拼想要用全台湾话讲，大家伫 YouTube 家己去查，因陈慧文医师甲迄个陈慧文医师，对，陈慧文医师甲迄个即个钟颖，因有一寡对谈是专看会出来拍拼想要全台湾话，啊，当然大部分毋是啊，我毋知影是无起草还是啥，我毋知影。毋过当然，伊做到倒位是伊做到倒位，毋过咱家己佫有法度做到倒位。但既然我会惊讲，若是大家感觉中医会较好，就拢去听中医。毋过安尼咱应该做的是啥？就我意识到我惊了，安尼就咱就应该佫较侪人用台湾话来讲，咱家己台湾人需要的代志。安尼对啊，多谢小阮拄则分享的，因为我迄摆内部讲线，啊，佫有去几摆伫公车图书馆讲，啊，但每一届的 feedback。大家拢有法度互相，佫去翻头等于想，啊，互相调整，这物件拢足珍贵啊！安尼，既然拄则迄个色温有下弯，安尼敢是我佫来请教看龙光兄，敢有啥物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我是感觉讲即场演讲吼，含色温的即个回应，实在是咱即个台语的论坛即种的突破啦吼，因为咱咧讲即个台语的传说啊，台湾传说本比较上就是足少足欠缺吼，啊，佫会当用即个即个百外当前的即个用心理学的即个论述，还是讲伊的解释吼，啊来含用迄来解说即个台湾传说吼，啊，迄个佫较少啦吼。啊，咱佫会有即个色温啊，用一个心理医生的即个角度，啊来回应论坛即个讲法，迄要佫较少啦，啊，虽讲我对即个心理学行为科学加减有趣味啊，
毋过毕竟是即个外行人啦，吼，所以讲外行人来听这，我嘛无特别的讲哦，安尼有啥物款的会当有较深的即个会看见啦，吼。我是有一点，我长期咧想讲，咱台湾的即个文化还是讲社会进步吼，除了就是讲政治和文化爱同齐来进步啦，吼。介好是讲袂讲比较讲互相冲突，安尼怎互相咧扭后骹吼，亲像讲咱有一寡同志入去体制内，有一寡同志入体制外。咱拢是要即个台湾人会出头天来咧进步吼。若较好诶情形，就是讲会当讲政治文化同齐来进步。伫这文化诶即点吼，宗教其实是一个足重要诶一个因素伫内面啦吼。咱台湾民间宗教，我想是抑阁是占大多数人诶即个信用吼。若讲即个民间宗教会当阁有亲像即种诶传说、即种诶论述吼，咱搁着去安尼去甲了解，知影讲咱台湾人诶心灵诶希望吼、诶需求是啥物款吼，逐个安尼会当做伙来想吼，毋免讲咱干那离即个干那停留伫讲。中府叫做趋吉避凶啦，吼，就是讲咱和神的关系，就是敢若单方面会要求神使情使咱食安尼尔吼。敢无讲咱抑阁有一个较悬的专注关心灵的即种的自我的反省，自我的即个。那基督教就是讲，咱不时爱认罪啦，吼。而且认罪过程就是讲，去检讨着讲，咱无够好的部分，有即种的反省安尼啦，吼。所以是真期待讲，即种的会当阁有继续，吼。咱即个按各世界的文明会当吸收来而且知识，吼，咱其实咱拢无需要摆脱。咱就爱甲伊当做迄是咱诶养分啦，吼。而且我讲一个含这可能无啥共款，无啥地带吼，不过检测嘛是地带啦，吼。就是伫即边我等于即个清代参加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论坛赏会典礼了，我有机会含阿勇伫遐阮做伙食饭伫遐加减讲着讲伊咧做诶代志，讲着即个 AI 吼，即个影响，我才发觉吼，我才较知影讲，原来吼 AI 吼是知识是世界知识啊，我本来是想讲咱若用台语写较济入去诶时阵，咱台湾诶知识积伫遐。安尼，咱以后咱来用台语去下面论的时阵，伊就会当去留遐过去，咱用台湾话、用台文写遐知识入来。结果毋是安尼啦，结果伊是讲 AI 本身是无语言的啦，伊内底知识是世界知识，你用啥物语言去甲问，伊输入，伊会用啥物语言甲你回答，迄拢是输入和输出。才有语言嘛，但迄知识是所有无共款文明的知识伫安尼啦。用安尼来甲看吼，咱台语诶文化变做讲真有将来性啦，较毋免讲干惊讲咱诶即个过去咱用台语累积诶知识无够，所以即马若讲要论讲一寡较先进还是讲。过去咱台语文化无诶知识诶内面，遐 AI 敢有法度通甲咱回答？答案是有啦，因为含各种语言拢共款嘛，看是即个 AI 要用啥物语言来输出安尼尔吼。所以讲到遮是，我是嘛会甲大家分享我诶
想法，就是讲，伫即个咱台语文运动伫遮吼，迄个卖去互即个文字符号吼，甲咱所绑去啊，吼，因为到即个时代，要用啥物款文字符号输出，差不多是一个气安尼甲试一个，就照咱意爱的即个文字符号输出。电脑较困难的就是讲，咱即马有写文字出来了，咧读的迄边吼，迄电脑是较关键啦。吼，比如讲你即马 AI 会当输出足济嘛，佮足紧嘛，啊，就是讲咧消费的迄部分，咧读的人，咧听的迄部分的人，诶，接受程度吼，就是讲咱爱注意的，爱想真斟酌的一个部分吼，吼。啊，毋是讲哦，咱要写啥物，一直写，对方的接受度，咱无去甲顾虑着安尼吼。啊，以上是我的回应。啊，感谢伦廷啊，含锡文啊，今仔日真精彩的对话，多谢。多谢梁光兄。啊，敢个有人有要分享啊？是回应？一声。2声、3声，安尼咱先到遮，安尼看咱感谢讲一下后礼拜是啥啊？若过来的，我得甲录影建起来，看大家若想要开讲啊啥。好，无咱就先甲录影建起来。好，OK，我来看咱后礼拜节目是啥物款吼。建起来哦，等我一下，多谢大家。